来关心政治新闻哦，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德甲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，昨拢去金门迎新红，昨暗两个人做伙伫金门看海，两个人敢会合作，引起真侪讨论。早起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讲，伊相信郭台铭是一个守护中华民国、清化民主自由的人，会遵守伊的承诺，继续支持国民党。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罗清德、甲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德，也佮有鸿海创办人郭台铭，稍早受到邀请去参加金门迎新红的活动。郭文德、郭台铭共台互动引起关注，两个人除了做伙光桥，郭台铭暗时啊，佮直接去郭文德休困的民宿，招伊做伙看海，甚至发出海誓山盟，这嘛引起双方合作的联想。合作是没问题嘛，只是说看。 那我们是这样嘛，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。我比较喜欢企业界的中南部的哦，有互补性要高了，互补性，因为总是希望开阔票嘛。郭董就是企业界的，人家不会来当你的副手了。郭文德早起去金门景点参观受访的时阵，讲到副总统理想的人选爱有啥物款的特质，就是爱会当互相补助，希望开发票源。郭台铭早起去金门大学演讲，主题放伫咧 AI 甲规划未来。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讲，甲郭台铭双方的理念相斡，相信郭台铭会讲信用，会给支持。我们相信郭董都是守护中华民国、深化民主自由，跟我们的理念不但相近，也会信守承诺，支持我们。侯友宜早起嘛有去立法院拜会国民党团，甲党籍立委做伙食饭，讨论大选相关的议题。 不过，在进行定调的过程当中，挺侯友宜的甲挺郭台铭的两派人马互相竞争，加上有风声讲郭台铭对定调结果不满，挺郭台铭的立委敢会参加党团大会，嘛引起外界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